其實咧已經好早唔興一啲咧扁平嘅頭髮，又冇動感，又冇活力。但係亞洲人嘅頭髮基因咧，往往咧都係向下生。你睇下我哋眉毛就知啦。所以亞洲人嘅頭髮咧係爭少少動感同埋豐盈。就算我天生攣毛，頭髮又多，但係咧個髮根咧都係比較扁平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我點樣同啲頭髮咧增加翻啲 volume 同埋動感啦。首先，大家咧可以選購一啲咧有呢個 biotin， 即係維生素 B7 嘅洗頭水或者護髮素。biotin 咧可以減少咧頭髮脫落啦，同埋可以令頭髮咧生長得咧更加健康。每次洗完頭之後咧，啲人都問我點解頭髮咧好似多咗好多，而且咧頭髮咧快長咗好多添。我知呢個牌子咧香港咧都有賣緊㗎，咁你哋不妨咧試下啦。第二個方法咧就需要啲道具幫手，咁就係啲咧好密質質嘅扁平嘅梳。首先咧就攞起一小束嘅頭髮，然後咧就將把梳咧由上而下係咁梳，每一執係咁梳。如果想增加蓬鬆頭髮程度，而時間又許可嘅話咧，可以咧喺同一執嘅頭髮將呢個動作咧重複幾次，咁樣咧就係增加你頭髮嘅 volume 啦。其實呢個動作咧一啲都唔嘥時間，我每次出街咧只係需要5分鐘咧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噶啦。當你梳到個頭好似我咁成隻獅子嘅時候咧，咁就差唔多可以咧用一啲波比偏頂夾咧去定型，將頭髮咧分為3個部分。首先咧就夾起中間嘅部分，攞起頭髮嘅時候咧就小心輕輕抓鬆起佢，然後喺尾部咧就扭一扭，然後咧就用啲頂夾去固定佢。左邊同右邊嘅頭髮咧一樣都係咁做，攞起嘅頭髮咧記住小心輕輕咁樣抓鬆佢，咁令到佢有個層次豐盈嘅效果。好，夾好，頭髮係咪蓬鬆咗好多呢？咁無論係前邊、左邊、右邊 volume 咧都增加咗好多。如果想快啲咧增加頭髮嘅 volume， 市面上亦有啲產品咧係可以幫到手嘅，例如市面上嘅蓬鬆粉 Amika 出嘅，亦都好幫到手嘅喎。使用方法非常之簡單，用之前咧記住用力搖勻佢，然後咧就將蓬鬆粉咧噴喺髮根上邊，跟住咧就用手去抓鬆所有嘅頭髮。大家放心，呢一隻蓬鬆粉咧個質地唔會太腍，唔使驚咧用完之後個頭咧好似立刺刺咁。用完啲頭髮仲好有彈力添。呢個方法咧就快好多啦，不過咧個維持時間咧就會短少少。但係咧，如果趕住出門口嘅話咧，呢個方法咧真係快靚正。到最後一種方法咧，就用到呢啲咧 mini 版嘅粟米夾啦。我會建議大家用翻啲細嘅粟米夾，唔係咧大嘅粟米夾，好容易咧令到你頭髮咧超蓬鬆，變咗隻獅子㗎。攣嘅頭髮咧，當然可以增加頭髮嘅 volume 啦。咁就將粟米夾夾喺髮根嘅位置，而夾嘅地方咧就唔係條界嗰度，係條界咧側邊左右嘅頭髮。因為我唔想俾人見到咧條界咧個髮根係粟米形，所以咧一定係夾喺條界左右側邊髮根嘅地方。呢個方法咧就係一位專業嘅髮型師咧話俾我知嘅。
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分享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